建設救拔切家，才透過上帝嘅真理，切家嘅責任啊，去原諒人嘅錯，人嘅錯唔好俾我心中度，因為呢個馬太福音14節樣講到，因為到講你原諒人嘅錯，切家嘅天父在天堂等也原諒切家。那所以建設救拔切家係原諒人，切家嘅上帝在天堂等也原諒切家，所以呢都係咩按規行嘅啊，係講切家冇上帝嘅愛，切家唔要按容易原諒人，切家係先得到上帝嘅愛，先得到上帝嘅原諒，切家就要發出上帝嘅愛本人，發出呢個原諒本人，有乜得啦？切家當然係先得到上帝嘅原諒啊，切家承認切家嘅錯，承認上帝。係自己嘅天父，係自己嘅上帝，係自己嘅救主，自己得到一個恩典，得到一個原諒罪熱切嘅方面，原諒熱切自己嘅錯嘅方面，自己得到一個原諒，自己要發出原諒人，自己得到一個愛，自己要發出愛本人何得，這樣人自己要謙卑嘅心嚟承認耶穌基督係個救主，係個上帝，自己得到一個恩典，得到一個愛。得到嘅原諒，自己要發出，不隆重兄弟姊妹也得到透過自己嘅生活中，阿門。